習近平老家出事，釋放變天信號，揭露沉船計劃，發動3層攻擊。以色列點樣喺伊朗建無人機基地？針對中共，美國特種艦艇喺南海執行神秘任務。美中博弈，深海稀土爭奪戰。觀眾朋友，大家好，下面係詳細內容。近日，陝西省500幾名訪問代表聯名上書胡錦濤同汪洋，要求徹查當地司法腐敗。信中話，陝西省係習近平嘅家鄉，但就成為咗法外之地，冤案堆積如山，冇人敢問津。呢一次嘅聯名信提出多項要求，包括取消各大信訪部門，徹底剷除維穩產業鏈，實行民主投票，廢除尋人滋事罪等用嚟打壓言論嘅口袋罪，明確截訪非法，成立憲法法院，立即釋放所有被冤判喺度被羈押嘅維權公民，引進國外司法成功經驗，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訪問代表對大紀元表示，參加聯署嘅550名維權公民代表，早就喺10幾年前就聯合發起呼籲，要求糾正冤假錯案。唔少人因為堅持維權，揭露司法黑幕，遭受監禁、自殘，甚至失去生命。好多觸目驚心嘅案例，將普通百姓逼入絕境。陝西老兵楊瑞全19歲參加越戰，曾獲3等功，戰爭中造成6級傷殘。企業改制時，佢同佢嘅妻子被強制離職失業，企業停止發放保險金，令到佢哋冇錢繼續治療傷殘，導致病情惡化，右眼失明。佢靠行乞上訪維權20幾年，被拘留過8次。2018年囚禁喺黑監獄長達18個月。知情人士趙軍對大紀元表示，最近呢幾年楊瑞全受到迫害，身體情況非常差。由於寶雞政府認為佢堅持去北京上訪對佢哋不利，對涉事企業不利，就對佢落毒手，將楊瑞全從北京綁架到當地，夾硬安一個刑事罪名。咁樣你就唔能夠維護你嘅合法權利，用呢啲卑鄙嘅手段。西安市新咸西區精神病患者黃小剛喺衛城區拘留所禁錮期間遭受虐待，消化道出血延誤治療，喺2024年7月23號離世。趙軍話，呢次聯名上書嘅500幾名冤案只係冰山一角，喺中國到處都係。中國唔係法治社會，係人治，係獨裁，一黨專制。我哋必須堅持呢個社會進步，要大家嚟推動，唔係靠個人嚟完成嘅。另一方面，旅美媒體人蘇小和發表嘅影片爆料，引發輿論關注，內容直指習近平家族早就已經部署沉船計劃，以防中國局勢突變。同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最新公開嘅一份中共領導人嘅財富與腐敗活動報告，亦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披露習近平家族可能仍持有幾百萬美元嘅商業同金融資產，兩者形成呼應，揭示出中共高層嘅深層危機與體制性腐敗嘅長期積弊。北京學者陳永苗曾提出沉船計劃呢個講法，佢喺香港媒體上撰文話，中共權貴高層隱藏住一個沉船計劃，上層榨取社會剩餘價值，佢哋係喺度用百姓嘅錢俾自己鋪後路，然後快速離開。低層同子孫後代則被迫陷於自然環境同人心敗壞嘅惡劣環境中苟延殘喘。文章話，中共權貴高層仲有一個末日方舟計劃，應該賄賂嘅國家已經賄賂啦。一旦嗰日來臨，立即激活檔案嘅自毀系統，全國聯網銷毀所有危險嘅歷史檔案，然後整個家族縱容設置避難國，可保幾代人平安富貴。蘇小和表示，沉船計劃係中共高層普遍存在嘅一個政治避險策略，即為應對突發局勢劇變，喺海外特別係美國建立安全避風港。蘇小和透露，習近平家族對事件尤為警覺，集中分層聲稱
家中就留一個人搞政治，其他人都去海外生活，所以包括習近平嘅兄姐及女兒習明澤等核心成員，多數人生活喺海外，並擁有相當資產分配。爆料仲指出，習明澤近年嚟被安排參與某啲外交同政治場合，引發外界揣測係咪為接班鋪路，但多方分析認為，習近平嘅女兒喺政治經驗同黨內威望上均欠火候，呢類安排更可能係轉移視線嘅煙霧彈，隱瞞家族資產同安全轉移嘅真正意圖。美國保守派記者盧拉盧默日前喺社交媒體 X 爆料話，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嘅女兒習明澤居住喺麻省，並由中共軍隊提供私人保安。佢公開呼籲驅逐習明澤共產主義者不屬於美國。盧默甚至揚言要拍攝影片，當面對質習明澤，詢問佢嘅父親相關問題。不過目前冇公開證據表明佢仍然居住喺美國。白羅斯國家通訊社9號報導，第一副總理斯洛普科夫喺白羅斯電視台節目中透露，彭麗媛同習明澤6月4號出席咗習近平招待盧卡申科嘅晚宴。另據俄羅斯對外情報局6月9號提交俾克里姆林宮嘅內部簡報披露，習近平病重，從5月25號到6月嘅第一個星期，心臟病頻繁發作。醫生評估，如果習近平繼續出席會議，後果不堪設想。外界分析，習近平失勢、身患重病，同盧卡申科會見，可能係習近平嘅託孤之舉。蘇小和透露，早前美中關係緊張，習明澤被美國點名倉皇嘅同時，習家族跑到俄羅斯住咗一段時間。隨住中美關係緩和，蘇小和猜測佢哋可能又離開咗俄羅斯，返咗去美國啦。2025年3月20號，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表中共領導人的財富與腐敗活動報告，依據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提交文件，雖然非機密，但首次從官方層面系統評估中共高層財富結構同腐敗規模。報告特別指出，中共高層近期對軍隊系統展開清洗行動，反映出對軍心不穩嘅擔心。自2023年起，國防部長李尚福、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等先後被查，而有關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被帶走嘅傳聞，雖未獲官方證實，但輿論已視佢為新一輪軍內權鬥嘅風暴先兆。分析人士認為，呢種整肅背後不單止涉及腐敗，更關乎習近平能否掌控軍權，以確保2027年前可能發動嘅台海軍事行動。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指出，美國咁樣做不單止目的係掌握中共高層貪污實況，更可能喺必要時用於戰略施壓，特別係當中美關係進入熱戰前夕階段。呢個亦解釋咗點解美國喺呢個時間公佈報告，意圖敲山震虎，為突發政局做好準備。沉船計劃同家族資產被相繼揭露，不單止折射出中共高層對政權前景嘅深度焦慮，亦將習近平個人嘅統治穩定性置於陽光下。當民眾逐漸了解權貴家族喺國外部署安全網絡、掌控巨額財富嘅時候，中共政權嘅合法性同輿論基礎將面臨前所未有嘅挑戰。6月13號，以色列對伊朗嘅襲擊不單只係近代史上最大膽嘅空襲之一，亦係以色列情報部門多年嚟秘密策劃、監視同滲透嘅結果。以色列嘅安全官員表示，佢哋嘅情報機構摩薩德喺襲擊之前將武器偷運到伊朗，喺伊朗情報部門冇察覺嘅情況下，喺伊朗各地部署攻擊能力，從內部攻擊伊朗嘅防禦設施，促成咗對伊朗嘅3層攻擊。
喺13號凌晨，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名為紅絲崛起嘅攻擊行動。呢個係以色列空軍軍事情報局摩薩德同以色列國防工業之間空前協調嘅產物。多年嚟，佢哋並肩作戰，收集所需情報文件，以消除伊朗最敏感嘅軍事同核資產。對於呢次攻擊，外界更多關注嘅係以色列幾十架戰機嘅空襲行動。實際上，以色列仲成功激活摩薩德喺伊朗境內部署嘅武器，加劇對伊朗嘅攻擊行動。一位以色列高級安全官員話俾霍士新聞知，摩薩德同大量人員合作，呢啲人係大量深入伊朗境內嘅特工，以大家能想像到嘅最高滲透水平展開工作。其中一啲特工被重新訓練為突擊隊員，執行關鍵任務。官員表示，摩薩德嘅呢一工作最終促成咗對伊朗嘅3層攻擊，摧毀咗伊朗大量地對地同地對空導彈基礎設施、大量高級科學家以及大部分防空系統，並喺伊朗境內建立咗一個無人機基地。喺預定行動嘅開始時間，摩薩德特工從隱藏處取回咗呢啲無人機。我哋將精確導彈部署喺好多運載工具上，並喺伊朗各地嘅岩石中隱藏咗更多導彈。我哋同以色列空軍進行咗精確協調，啟動咗整個導彈陳列。摩薩德喺伊朗嘅滲透活動包括將尖端武器偷運到伊朗境內，藏喺車輛裏邊，並安放喺戰略目標附近。喺伊朗中部，以色列嘅精準導引武器被安放喺地對空導彈發射裝置附近，並根據指令發射。偽裝車輛亦被用嚟喺攻擊時能摧毀伊朗嘅防空系統。與此同時，部署喺德黑蘭附近嘅爆炸性無人機被啟動，以摧毀伊朗埃斯法賈巴德基地嘅遠程導彈發射器。所有呢一切都係喺伊朗情報部門嘅監察下發生㗎，但係就冇被發現。以色列國防官員話，呢次任務係以色列歷史上最成功嘅情報軍事整合行動之一。如果話黎巴嫩柯基事件震驚咗世界，咁呢次襲擊所傳達嘅信息則更加明確，冇任何地方係以色列觸及不到㗎。以色列戰機仲喺空中同時對幾十處設施發動空襲，其中包括伊朗位於納坦茲嘅主要鈾濃縮設施。納坦茲距離以色列領土1500公里，長期以嚟一直係伊朗核計劃嘅重要組成部分。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德弗林將佢描述為地下建築群，內有多層離心機大廳同電力基礎設施。德弗林話，納坦茲喺以色列嘅空襲中被嚴重破壞。多年嚟，伊朗政權一直試圖利用呢個設施獲取核武器。呢個地點擁有將鈾濃縮至軍用級所需嘅基礎設施。以色列瞄準伊朗空軍指揮中心，所有指揮官被全部一鑊熟。以色列智庫 Mind Israel 副總裁郭洛夫話俾霍士新聞聽，最大嘅成功係攻擊納坦茲設施，並解除咗伊朗嘅第一輪報復自動應對措施。我哋破壞咗佢哋第一步行動，摧毀咗嗰啲伊朗原本要立即發射嘅彈道導彈，以及嗰啲已經喺飛行中嘅無人機。呢次行動仲剷除咗一啲伊朗科學家，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成就。不過，以色列知情人士話俾霍士新聞聽，對伊朗嘅攻擊行動範圍將會更廣、更深，戰略影響更大。以色列記者新消息報分析師埃爾表示，呢次影響好大，呢次行動更注重對基礎設施嘅攻擊，對軍事設施進行攻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亦從以色列官員嗰度獲悉，以色列摩薩德喺伊朗境內建立咗一個發射爆炸性無人機嘅基地。呢啲無人機喺以色列星期五對伊朗嘅襲擊中被啟動，目標係攻擊德黑蘭附近嘅一個基地嘅導彈發射器。兩名地區消息人士話俾路透社聽，至少有20名伊朗高級指揮官喺以色列嘅襲擊中喪生。
近日新聞週報繪製嘅一份地圖顯示，一艘能夠收集關鍵水底數據嘅美國海軍特種艦艇，最近喺有爭議性嘅南海海域行動，維護美國喺西太平洋同印度洋軍事力量存在嘅美國第7艦隊向新聞週刊證實，美國海軍勝利號海洋艦監測船正喺南海進行例行巡航任務。能源豐富嘅南海領海爭端仍未解決，包括中國同菲律賓在內嘅多個國家對南海海域嘅宣示主權存在好多重疊，導致相關國家喺呢個海域經常發生對抗同衝突。從戰略角度上講，南海係太平洋同印度洋之間美國海軍前線部署嘅重要門戶。美中都喺呢個地區保持相當嘅海軍力量，包括部署航空母艦。新聞週刊利用開源船隻追蹤資料繪製嘅呢份地圖顯示，至少自5月22號開始，美國海軍勝利號海洋監測艦就被發現喺呂宋海峽向南航行，後嚟一直喺南海活動。地圖顯示，呢艘海艦船配備咗監視在曳陳列感應器系統，用於收集海底聲學數據，為反潛作戰提供支援。呢隻船最後一次被追蹤到係喺6月10號，當時佢正喺南海中部海域航行。中國智庫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話，勝利號喺南沙群島同黃岩島附近活動頻繁。中國、越南、菲律賓、台灣、馬來西亞同文萊均對南沙群島都提出主權要求，而位於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嘅黃岩島喺2012年對峙後一直處於中共控制之下。勝利號嘅任務尚未清楚。5月初，有人發現佢正穿越位於日本東京南部嘅浦賀海峽向南航行。佢亦係服務於美軍同其他政府項目嘅特別任務船之一。專家指出，美國海監船嘅出現，佢嘅任務就係探測同追蹤海底威脅，同時威懾中共。6月13號，聯合國海洋大會喺法國尼斯閉幕，深海探礦再次成為全球焦點。法國總統馬克龍呼籲暫停呢一掠奪性行動，警告人類對深海認知甚少。目前喺呢一片未知嘅藍色疆域，美國同中國正展開一場激烈嘅稀土爭奪戰，從軍事裝備到智能手機，稀土掌控未來。喺呢一場博弈已從陸地燃燒至海洋深處。你想唔想知道呢場較量將點樣重塑全球供應鏈？等我哋深入了解。稀土係17種關鍵元素嘅統稱，係高科技產業嘅命脈。中共目前主導全球稀土市場，開採佔70%，加工提煉高達90%，而美國高度依賴入口。深海海床含豐富錳、鎳、鈷同稀土，形成無數好似薯仔大小嘅礦物結合，成為美中角力嘅新舞台。中共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早喺2017年就佈局深海採礦，提出海上絲綢之路同藍色夥伴關係。川普政府喺4月24號簽署咗行政命令，加速深海採礦許可，誓言重振美國喺海底資源開發嘅技術領導地位。美國國家海洋局強調，獲取稀土係保障供應鏈韌性嘅關鍵。作為聯合國海洋公約非締約國，美國依據1980年深海硬礦產資源法授權企業喺公海採礦。中共嘅深海野心已經持續多年，早喺上世紀80年代，中國更開始深海採礦研究。卡內基智庫警告，中共若主導深海規則，可能喺軍事技術同資源供應鏈上佔據更大優勢。不過，深海採礦嘅代價引發全球憂慮。馬克龍喺海洋大會上直言：喺我哋對深海一無所知時開採係瘋狂嘅。深海採礦用巨型機械挖掘海床，通過管道將礦物運至陸地，剩餘物質則被倒回海洋，可能破壞脆弱嘅深海生態。聯合國海洋大會呼籲嚴格監管，但中共主張盡快開採，而美國急於追趕。
兩大強國點樣平衡經濟利益同環境責任呢？答案仍然懸而未決。呢場深海博弈背後係中共一帶一路更大棋局，從陸地到海洋，美中稀土之爭正掀起新嘅風暴。深海採礦不單只係技術嘅較量，更係全球規則嘅爭奪。未來邊個將主宰呢一片藍色寶庫？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哋嘅睇法。今日嘅熱點觀察嘅內容就到呢度，跟住係美東時間早上9點嘅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睇，唔好唔記得點讚同訂閱，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